客人係一家三口同埋工人姐姐一齊住，本身單位因為過千尺，就算以簡約嘅奶油風格，其實都可以做出氣派同埋優雅。例如喺飯廳至隱藏門嘅位置，我哋會選用咗馬步紋嘅牆紙；去到梳化背嘅位置，我哋會加設咗圓角木廊嘅牆身。TV 背嘅牆身，我哋會用翻淡灰色嘅牆畫；而地櫃面，我哋會襯翻淺灰色嘅雲石。同一時間，我哋會加入黑鋼嘅線條，呼應翻對面嘅設計，增加時尚感。設計師將主人房房門改前少少，而將小朋友旁邊間房改成主人房衣帽間。衣帽間有一邊係以有框線櫃門做衣櫃，另一邊就會做開放式層架，俾客人放珍藏手袋之餘，亦令地方冇咁壓迫。平時喺主人床嘅兩邊都會係做翻床頭櫃，但係今次我哋會改成層板同埋書台嘅設計。靠近窗會做翻 cushion 嘅地櫃，令成個主人房更加悠閒舒適。設計師亦喺房間天花做咗有層次嘅滲光假天花，令成個設計簡單，但亦有細膩。留白嘅設計亦可以令空間優雅同有氣派。